总统大选过后，民进党召开中常会，党主席赖清德表示会把选举补助款管出去，另外也宣布以来选调总统为了要客观推动国政，提出新潮流运作。党秘书长柯立明也完成阶段性任务，辞职留任。这届总统虽然有选赢，不过立委是减少10席，党内有不少声音认为讲，这失去少年人的选票，还要检讨沟通的方式。国家需要他，他随时要准备再赴战场啊！我们掌声谢谢。在总统大选过后，民进党开第1摆的中常会，党主席赖清德是感谢所有党部的同仁，全力投入是选赢的关键。秘书长柯立明完成一年阶段性的任务，请时准啊！赖清德嘛宣布把选举补助款管出来，分3个部分内容，包括公益回馈党工，嘛讲因为当选总统退出新潮流。因为更客观了哈，然后去推动国政，也能够团结党内的同志，领导这个党。所以我自即日起离开新潮流哈。新潮流的总干事段宜康讲，这是选前就开始在讲的。新系人士讲，因为有真侪人摕这新潮流的标签黑白乱打，派系内部嘛拢有共识，认为卖一直互人安尼杀咧黑白讲。新系行政院副院长戴文灿含立委拢支持。那总统本来就是应该要超越这个派系，它是一个国家团结的象征。也是一个全党团结的象征。这个赖副总统的决定，我想我们都支持。不过，这摆民进党虽然总统选赢，但是立委的席次却失利，一口气就60席。党内真侪声音拢认为讲，少年选票流失是关键，可能无够注意新媒体的影响，应该面对新媒体科技的变化，和少年的活动，导演嘛无应该禁止。科目3的一些舞蹈的部分，我认为这些都不需要去禁，因为禁了也没有用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去面对，像这个新媒体科技，我们如何也要利用新媒体科技跟我们的年轻朋友有一些互动。已经请示的秘书长柯立明在中常会讲，规个选战要检讨的代志真多，针对少年人的部分，确实是未来要严肃去面对加强，包括对后日头火世代。诺贝伊嘛讲，选后敢要开放抖音的禁令，这对民进党来讲是困难的议题，会引起真大的反弹。看是要采取其他的新媒体，亲像 YT 这新影音来加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